在《楚乔传》中，30位主要角色结局，并非所有人都幸存到了最后。权力的战争同样是有许多人成为了牺牲品。第30位，风眠，他是烟熏的书童，跟烟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，从小就跟随在了烟熏的身边。同样也知道烟熏身上肩负着血海深仇，所以即便是烟熏之后变为腹黑霸主，也依旧不离不弃的跟在烟熏的身边。但最后为了救楚乔，风眠被程渊给射杀而死。第29位，蓝淑仪。他是大魏皇帝宠妃，却也是作品中的一位反派，因为他曾经被士兵羞辱过，在经过宇文怀调教后被送入了皇宫。这些事情导致了蓝淑仪想要夺权，从而报复那些人。至于为什么恨楚乔，是因为楚乔知道蓝淑仪之前的过往，所以他跟蓝淑仪之间也是不死不休，更是打算加害萧策。不过最后被楚乔赐毒酒毒死了。第28位，赵西风。赵西风是门阀赵氏的公子，跟着魏阀的人士无恶不作。在烟熏家族被灭门的时候，就是赵西风射杀了烟熏的姐姐，这也就导致了他成为了烟熏的仇敌之一。在烟熏踏上复仇之路后，赵西风便被烟熏给击杀了，去黄泉之下给烟熏姐姐进行赔罪了。他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，也许最后的死法算是他最体面的了吧。第27位，陶叶。陶叶是闻名洛阳的一位舞姬，在为元纯举办的生日宴上，他受邀前去表演了一段舞蹈，通过妹妹的舞姿获得了在场之人的青睐。不过陶叶除了舞姬的身份外，另一个身份是梁国公主萧玉的手下，是萧玉曾经的贴身侍女，为了大梁国不断忍辱负重，成为了间谍。但最后陶叶为了自己的爱情却背叛了大梁，最终被大梁军队捉住，斩首处死了。在《楚乔传》中，30位主要角色结局，第26位，林夕。林夕是楚乔的五哥，小时候他跟大姐小6、小7、小8一起被捉入了宇文府中，成为了宇文府中的家奴。身为家里活下来的唯一男丁，林夕也一直想要带着妹妹们逃离这里。经过不断的努力，林夕成为了宇文悦的书童，而宇文怀暗算宇文卓，将这件事嫁祸给了林夕，并且当时林夕和宇文卓都同时中了毒，不过解药只有1粒，最后宇文悦也只能将计就计，装作了不知道，将林夕杀死后，将尸体推入了火堆中。毕竟宇文悦能做的就是给林夕减少痛苦了。第25位，梁少卿。梁少卿原本是一个守城士兵，因为辱骂了一位官员，被贬为了奴隶，之后就被楚乔给救了出来。设定上梁少卿就是个书呆子，心底虽然善良，却始终迷迷糊糊的，整个人也没有多少武力。最后为了救楚乔，梁少卿也被大梁的奸细给杀死了。他跟楚乔之间也算是好友，只不过却只能作为楚乔身边的一位路人罢了。毕竟梁少卿到头来也依旧无法成为作品中的男主。第24位，洛河。洛河就是楚乔的母亲了，她当初也是拥有最强谍者的能力，寒山盟的盟主，在江湖上享有非常高的地位，并且洛河本身势力就非常的强。但楚乔传开篇的时候，洛河就已经被杀掉了，主要还是因为洛河并不是主角，如果他不死的话，恐怕也没人能够伤得了楚乔，楚乔也不会成为奴隶了。所以为了让楚乔的故事顺利进行下去，于情于理，洛河都是必须要被写死的。而洛河的死亡也让楚乔在自己的故事中增添了复仇的支线，帮助母亲复仇以及探查当初的真相，也成为了楚乔传中主要的故事线之一了。在《楚乔传》中，30位主要角色结局，第23位，魏贵妃。魏贵妃是宫中的第一美人，也是魏阀出身的人，她地位非常的尊贵，而且手中也掌握着一些实权。魏贵妃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，心中也很明辨是非，在紧要的关头救下了宇文悦和燕洵2人，也是宇文悦早期最强力的一位后台人物了。不过因为他女儿元纯偷盗兵符，导致了魏皇帝打算赐给元纯毒酒。当时魏贵妃为了保护元纯闯了进去，求着魏皇帝开恩，但元纯犯的错误实在是太大了，最终魏贵妃选择代替女儿受罚，喝下了那杯毒酒后身死了。第22位，锦竹。锦竹是宇文府中的一位婢女，还是级别最高的引领党。不过锦竹还有一个真实的身份，那就是被宇文怀安插在青山院中的一枚棋子。因为身份的原因，锦竹也一直在跟楚乔作对。不过作为其中的一位反派，锦竹最后的下场也算是比较好的。在宇文悦将锦竹抓住交给楚乔处理后，楚乔打他20鞭子，却放过了他一条性命。之后锦竹这个人物就从未出现过了，应该是离开宇文府后隐居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了。第21位，大魏皇帝。作为掌控大魏的皇帝，他其实心思也非常的深，为了将大魏江山掌控在自己手里，是不惜一切代价，为人非常的心狠手辣、狡猾多疑，还极易受到别人的挑唆。正因如此，导致了他当初杀掉了燕世成。而大魏皇帝最终的结局却并不是被燕洵所杀死的，而是因为身体染病，被争夺皇位的儿子元阳在药物中做了手脚。当时有个小官为了赚钱，故意进了一批劣质药物，其中一味就是皇帝所用的药物。就这样，老皇帝最终病死在了龙床之上。他一生都小心翼翼的，却始终没有想到自己的性命竟然葬送在了一个小小的医官手中，下场也是非常的凄惨了。